日本菲律宾头人见面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英国智库结果讲，美中若因为台湾起冲突，恐惊会变做核子战争。后面点名中国电商平台铁幕卖产品多数拢无法度通过安全检测，要甲因罚2亿欧元。韩国用超大型的荧幕甲 AI 来做报警拍片，叫做毋免死个走踪，速度紧，佫会当降低成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关注台海的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会面，双方升级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仔日起稿。英国智库是警告讲，美中若是起冲突，因为台湾来起冲突，恐惊是演变做核子战争。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的顺风舰沙洛丁号第一日执行通过台海的任务，23完成航程。不过时机点是真敏感，拄好伫中国外长王毅日被访问加国进程，加上进程，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公开警告讲，卖派军舰经过台海，引发关注。台海是公海，然后自由航行，哈。很多国家是以行动来表示他们的立场，我们会感谢嘛，好，我们也会欢迎嘛。罗总统5日控接见加拿大国会访团，加国的议员曾文浩，则展现挺台湾的态度，批评中国未当决定伊要去倒。顶一摆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海是去年的9月，和澳洲的驱逐舰联合通行。对2018年到去年3月，前加国总理杜鲁道卸任的期间，加国的军舰拢总通过12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日本伫东京举行高峰会，而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菲律宾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化安保和另外合作，各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化印太抗中的布局。本日の会議におきまして、まず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29日新加坡登场，按正重点的放在美伊战争和台海局势。主办单位国际战略研究所8是发表报告，警告讲美中若是因为台湾爆发冲突，双方会大规模打击对方的机关通讯系统，加上欠安全护栏，恐怕会造成局势升级做核战。这样的螺旋升级的可能性，当然在冲突的理论的概念上面是存在的，能够建立信心、建立措施，然后建立热线等等的这些手段的情况之下，那它就可以避免说真的发生一个毁天灭地的世界大战。或者就是讲，美中要建立防止局势失控的机制，重点伫互信的基础。咱的国防部一讲侦查到10架厝的中国军机，8架厝的中国军舰，4架公务船交代，中国是持续对台湾做军事施压，或者强调台湾必须要提升国防实力，才会当帮助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陆军司令部80周年展示战略转型的成果甲新装备。陆军甲强无人机作战，演练精缩、自杀攻击、导弹任务。新武器包含海马斯火箭系统在内，也拢头一届公开展示。乌鹰直升机赶紧对目标飞过，陆军特战部队官兵展开空中对峙任务，所有工队展开掩护行动。CH-47SD 运输机对伫后壁执行增援任务，参 ATV 越野车、突击车快速派兵，甲敌人相战。陆军司令部29举行80周年步庆，有真侪项动态操演，上界显目的就是无人机的演练。陆军即马对国际卡步做兵力的转型，各作战区加强无人机的运用，官兵操作无人机伫天顶爬练到用来监控敌军，嘛来闪敌军的监控。另外，无人机嘛会使执行精准的打击，针对静态也个动态目标发起自杀的攻击，也个弹飞弹的攻击。好戏看戏尾5台阿帕克攻击直升机出来，陆军展示地面空中坚强的战力，让民众看甲目睭拢唔干呢。整个武器啊，各方面啊，都跟以前我觉得进步很多了，比我当兵的时候还要好很多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对我们国军也很有信心。看起来是蛮有信心的啦，我们的装备越来越充实。因为敌情的威胁，也个有战场形态改变，陆军来做兵力精简，筹备新式的武器甲装备。若即届伫阅兵仪式当中，嘛拢总
显出互大家看。陆军历任的总司令、司令拢得到邀请来出席，包括前国防部长严德发、邱国正等人做伙见证陆军实力转变的结果。陆军出动的新式武器大车兵，包括执行野战防空的复仇者防空飞弹，也有反装甲王牌拖式2B飞弹，各做的陆射战略飞弹，打造防空飞网，雷霆2000火力范围扩大，反制敌军的登陆作战。若地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一出场就成做全场的焦点。另外，陆军上新的战力有海马斯多管火箭部署伫中部地区，有跨区增援的能力。这届配合步庆特别上北来支援，做伙伫阅兵头一届登场。现场嘛展出 OTS 攻击无人机，也有精进1型、2型等等的无人机。无人机成做国军重要的无对称战力，已经是国军的发展重点。新式的武器装备，大幅的提升我们地面部队的整体战力。刚刚展示的无人机，就是我们陆军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之一。我们在各作战区成立无人机大队，在各联兵旅成立无人机中队。陆军司令部借由80周年部庆，一口气展示多项的新式武器装备，不止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也向国人展现陆军是钢铁劲旅，有能力守护家园。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电商平台题目是去互欧盟发2亿欧元，好代票是73亿外。这理由是题目顶头卖佚佗物仔，也有小型的电子产品，多数拢无法度通过安全检测。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天幕以真实介绍工厂直销加免运费的诱因，拍入全球市场。佮强调大幅度折扣会当互消费者若亲像1万好价人伫买物件。不过天幕28叫欧盟重罚，理由是天幕所卖的婴幼儿玩具检测了后有真大比例含高浓度化学物质，而且部分会当拆的玩具零件有可能会互囡仔无开，也佮有所卖的充电器高比例无法度通过基本的安全测试，所以罚2亿欧元，差不多代表73.1亿的罚款。Temu reaches 130 million consum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ut the company has not properly assessed the risks of illegal products being sold on its marketplace. What products are we talking about? Dangerous toys for kids, small electronics without proper label, clothes and jewelry containing harmful chemicals, to name just a few. 欧盟27个成员国的这笔罚款是伫去年的初步调查结果，其中包括以神秘顾客的身份伫天幕落单买物件，才发现部分商品对消费者构成安全的风险，并依照所谓服务法开罚。欧盟表示，罚款金额是根据违规行为的性质、欧盟用户受影响的严重程度，也加持续时间计算出来。若是阁无提出补救的措施，可能面临定期的罚款。不过天幕会当针对罚款金额，搁提出上诉。对这代志，天幕表示，因当地认真考量这个决定，并评估所有可行的方案。佮讲，应加监管机构的合作才有建设性。Our message is clear: if you want to access our market of 450 million consumers, you have to respect our rules. Period. This means that as a company, you're responsible for your services and the risks they pose to our citizens. 依照所谓服务法，欧盟的罚款上悬会达到全球年营业额6%。天幕去年的营收是617亿美金。另外，欧盟的调查唔那安尼，佮包括网站互人会言的设计是安怎危害使用者的身心健康，也甲调查天幕的系统安怎向消费者推荐内容甲产品等。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带观众朋友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真有个人的风格，讨厌的人是册假，介意的人甲伊当作爱豆。其实 Trump 总败毋是干那伫咧买将的心内，会用咧讲 Trump 其实嘛有咧操作，所以佮引起争议。即阵美国250周年国庆就咧要到啊，美国财政部是证实讲，因有咧规划要印建国250周年纪念纸票，这250块美金顶头的人上就要印 Trump。不过，其实根据美国的法律，纸票顶头是袂当印目前抑阁在世的人。有议员认为讲是会当拍破往例，不过嘛有议员认为讲，这民众因为油价、厝价逐项起，生活都咧歹过啊，政府煞是咧武这有诶无诶。其实这已经毋是 Trump 头一届牵涉爱豆崇拜争议。今年4月，凯迪拉克山丘锦标赛这座2层楼仔悬的金色 Trump 灯箱，就捌引起讨论。
川本人是看相片讲，俄罗这是真正的艺术品。不过对宗教的角度来看，有角度是批评讲，这是违反圣经当中禁止崇拜假神的戒律。不过毛牧师认为讲，这当上的动作是川过去当着暗杀的时阵比出来的动作，认为讲这是性命、自由、爱国的象征。川个人的经济看法，咱继续来看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红社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包含这停火期限是要延长60天，重新开放荷姆斯海峡，正式启动核子谈判。目前双方的头人是也未确认，双方的军队也要咧交战。美国甲伊朗谈判代表团讲，针对这项临时协议已经有初步的共识。不过，对这项甲波斯湾和平有关的备忘录，美国白宫甲财政部表现了正美手，强调买手的决定权是完全由美国总统川普掌握。Again, it's always a mistake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so it is all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I think that we can see that the president very clearly stated his three: the open the strait,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no nuclear program. 美国副总统范斯需要证实，虽望谈判有进展，不过伊坦白讲也未行到迄步，因为安怎销毁浓缩铀等真侪技术细节有待等待厘清。这项临时协议核心包含延长停火60天，伊朗开放荷姆斯海峡，并启动协议第谈判。针对川普日前伫内阁会议顶悬威胁要炸毁阿曼这款惊死人的话，财政部长贝辛德替伊讲话，讲川普只是想要强调海峡行船的自由，嘛已经甲阿曼大使通话表示友好。面对美方施压到地，伊朗政府的态度同款谨慎。伊朗副外交部长表示，德黑兰绝对袂接受任何无符合国家利益的条款，这嘛是谈判需要遮侪天的原因。伫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伊朗国营电视台是播出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的上新声明，强硬批评西方国家想要为内部瓦解伊朗。طرح و نقشه کور دشمن پس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محاصره تبلیغاتی و سیاسی ایجاد تفرقه و تجزیه اجتماعی برای جبران شکست‌ها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زانو درآوردن ملت است. 虽望双方高层依然对协议进行最后确认，不过波利斯的停火协议一直拄到挑战。美军指控伊朗近期搁再发射飞弹攻击美国盟友科威特，显见伫正式签署协议进前，波斯湾的战火敢会当暂停，依然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定位真变弱。联合国3月认定欧洲数百年前买卖乌人做奴才是严重违反人道的罪。买卖乌人的大国法国，即阵是通过法案废掉乌色法典。这部乌色法典是1685年路易14国王所颁布的，把这乌人定义做财产，也就是讲是物件，毋是人。人身自由、婚姻这寡人的权利拢共夺走。奴才的后代也永远拢是奴才，主人咧处罚也真粗残，苦毒甲死是定定发生的代志。除了身体的痛痛，这部法典也控制是面地的宗教信仰甲心理寄托，规定人就爱信罗马天主教，其他宗教拢总禁止。这部法典伫咧1848年废除奴才制度的时，其实就已经失效啊。这阵法国通过法案正式废掉，是一款形式的意义。现代社会挑战甲难关是种族主义，也佫有转型正义。Votant 254, exprimé 254, majorité 128 pour 254 contre 0,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国民议会总数577席的议员内面，200出席的254个议员是一致表决通过正式废除法国国王路易14在1685年颁布的乌色法典。这个法典是明文规定，甲对非洲来的乌奴列作是会当买卖商品，甚至会当凊彩个杀死。虽然讲法国早就伫1848年，就是法国大革命了后的第2共和的期间，就废除奴隶的制度，等于是互乌色法典实质上是无效的。迄当阵伫大西洋另外一边的殖民地，结果无独立的嘛，先后变做法国的正式领土，而且选出议员进入国会。但是对因来讲，这个象征意义同款是真重大。Elle vise à franchir une nouvelle étape, à poser un acte puissant de mémoire, de justice et de reconnaissance en abrogeant formellement le Code noir et l'ensemble des textes qui en découlent.
France ran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slave trade, shipping about 1.4 million Africans to its colonies. But in an address on the issue last week,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stopped short of an apology. Instead, he called the silence around the Cold War a form of offence, though the bill does not address reparations. 拄到实质废除奴隶制度，法国嘛伫2001年进一步通过逃避拉法案，宣告殖民时代贩卖乌奴是危害人类的罪行。不过，伊直到即马变作领土的几个前殖民地，包括伫加勒比海的瓜地洛普、马提尼克、非洲东南外海的留尼昂和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毋但是红列做是上善食的省份，失业率嘛是大大超过法国本土，形成真明显的社会经济落差。法国奴隶制度纪念基金会副执行长普凯特认为讲，即摆正式废除欧式法典，未有直接的影响。法国伫未来要安怎正面来应用种族主义和转型正义个观察。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镜头换来看印度，这炎热的工人无论天气偌热，拢爱做事。这几年极端气候，工人伫咧50度的室外曝日，皮肤阁去互盐水浸甲逼起老化，生存愈来愈困难。伫咧印度西部古吉拉特省这片白色色的岩地啊，反射出真惨白的光线。而且有5万的盐工无电、无食这个所在，因逐天缩长要8个月住伫遮。一个人的薪水大概450块的美金，算落来是台票14000块。也若啉水、生活用水，拢外靠25天才送一撮的送水车，生活是真艰苦。આમાં નમક તો છે ને ગરમીના હિસાબે વાઢિયા પડે આ થાય પછી માથું દુખતું હોય ગરમીના હિસાબે તકલીફ તો વધારે પડે રોજી રોટી માટે તો કરવું જ પડે। 8 महीने के लिए वो नमक पकाने रन में जाते हैं। नमक पकाने जाते हैं, सितंबर के एंड में वो चले जाते हैं और ये अप्रैल के एंड में वो वापस आ जाते हैं। पूरे 8 महीने वो रन में फैमिली के साथ रुकते हैं। पूरे रन में अभी 8500 फैमिली我被那么不干了诶。为着要闪日头，因平常时啊，拢伫咧透早，也是下昏伫咧食头路。日头请爷爷，因会秘入去布棚内底，而且伫咧布的外口，过里亚赛来做季节。平常时啊，这个气温悬要摄氏45度。不过最近印度是有够热，炎地的气温甚至飙悬到48度。另外，盐工因的双脚长期拢浸伫咧强健的露水内底，皮肤白开，出血是直接看的。लगता तो है ना, लगता है ये चामड़ी है ना ये टूट जाती है, इतना लगता है और खून भी निकल जाते हैं बहुत नमक कड़क होता ना तो। गोरी खाई जाए तबियत खराब હોય તો ગોળી ખાઈ જાય આ બધું દુખતું હોય ખિયાળું બિયાળું એટલે ગોળી ખાઈ જવાની કરતર થતી હોય ને પગે દંતારા કામ કરી એટલે ગોળી ખાઈ જવું。甲官员车步兵的盐工面对着水风险，煞干会当外靠止疼药啊勉强动力气。过去因外靠柴油抽水机，甲有盐的地下水抽起地表，即马改用太阳能了后，虽望成本降低。不过，盐田内底工课时间煞互久长。过去因的工课干那做到3月，即马煞到5月，还阁无法度收工。为着生存，盐工发展出原始的抗热智慧。除了每2点钟到3点钟，就入去布棚内底歇困。因阁甲水干仔用单布包起来，吊伫咧锁仔中头，利用蒸发的方式，甲内底会当啉的水降温，也是啉少的红茶，互家己流汗，互身体降温。面对气候的变迁，这阵沙漠盐工无别项选择，敢会当伫咧-50度的极端环境当中继续食头路。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非洲的伊波拉疫情继续炭烧，咱疾管署宣布讲，对6月初2开始，除了4类的对象，公国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居民禁止入境90天。疾管署宣布实施边境防疫管制措施。6月初2开始算90天，停止发签证予公国民主共和国也有乌干达的居民。不过有4类对象是例外的，包含摕到台湾入学许可的学生、外交公务身份、台湾人非本国籍的配偶，也有未成年的囝。另外，也有紧急人道专案。这是新冠疫情边境解封了后，头一届搁再实施入境管制。
来看台股，今仔日是起1096点，收盘44732点，成交量1.8兆，2项拢破纪录。主计总处今仔日也公布头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调悬到14.55%，预估这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是16档来上界悬的。非但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前一天调研现点会，各加上美天会协议初步共识，二度优待美股，而到台股盘中挖冲到44933点，虽然起势有较少，暗过依然起破1000点，最后收伫44732点，创着史新高，成交量也创新高，到惊人1.8兆。宽达股、台积电股价盘中创新高，目徛到2375块，最后收盘也创高到2355块。期待高达61条，另外包含鸿海、辉映、广达、英业达等电子间老牌 AI 股，也拢全部起进步。外需的部分，那些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000多亿。台股大起的背后，就是科技业获利的基本面的支持。主计总处日前公布115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上修到14.55%，创48年来上悬。乐观预估今年出口金额无排除达到8945亿美金，全年经济成长率为2月预测的7.71%，升到9.64%，有可能创16年来新高。AI 的应用才刚开始，那我们也看好在这个 Agentic AI。中长期带来了各种从 Edge AI 到计算这种成长的机会。真一间科技大公司公布看好 AI 前景，暗过一倍国发会提醒，高基期全球通膨压力、美国关税不确定性等3大因素，会加做下半年主要变数，下半年不排除有可能降温。最主要是担心通膨高了之后可能会升息，那你可能厂商在筹资的时候，它的成本比较高，后面的这个厂商它的一些利润啊什么的可能会受到影响。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会认为说，如果通膨是在符合预期的一个情况，即便它是有上扬的一个情形，我会觉得在各国的政策都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学者分析通膨带来心理性分忧，那货币政策素案可能造成相关 AI 厂商投资困难延前，暗过各国拢应对通膨的措施，再加上11月美国期中选举甲台湾9合一选举，相关单位一定会推出力度，确保经济秩序，整体影响机会维持在应控制范围。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电影戏剧伫咧全世界拢真强，拍片上界上的人工甲布景的成本就会当算在内。即阵南韩是用超大型的荧幕甲 AI 来做布景，剧组毋免时间走总，速度紧，佫会当降低成本。这回来看韩国影视产业的转型。华丽宫殿头前，一阵穿韩服的女性咧跳舞甲演奏，这么大的古装剧场，全部拢是 AI 做的。在小年市茂埔区的美塔克工作室设计师无形动手下文字指令，互 AI 制作各种场景甲人物融入影视作品。执行长金国志对记者表示，用 AI升级真实动员甲实体平面布置，会省真侪钱。 이런 씬들을 사실은 AI로 만들면 이 정도 한 회에 10억 정도의 제작비 절감이 가능합니다. 그러면 12부작이면 120억 정도 저희가 제작비를 낮출 수 있기 때문에. 美达克工作室有20多种 AI 生成工具，保存南韩上多样甲上先进的技术。在戏剧制作甲电影投资，当年稳坐南韩影视霸主的CJ集团，也向记者展示高阶的液体设施。这个曲线型全景液晶电视屏，影伫演员背后，随时变化加做各种场景，记录甲目睭无法度分辨现实。 LED월의 배경을 띄워놓고 촬영한다는 것은 배우들이 직접 현장을 보면서 촬영할 수 있다는 것이고 후반 작업 시간 없이 현장에서 바로 촬영이 완료됩니다. 로케이션을 가는 비용뿐만 아니라 세트 비용 등의 절감 등 많은 다양한 제작비 절감의 효과가 있습니다. 韩流兴起，演员的介绍也欠悬，原不了起价引起全球通膨，一间拍片爱开搁较侪钱，韩国作品数量减少，拖累出口业绩。上线软硬体技术也拢导致到影视制作前线，上大目的就是要省成本。 2021년 정도에 한국에서 모든 드라마를 한 140편 정도 만들어졌거든요. 최근에 한 100편 정도 될 수 있다라고 얘기를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제작비가 높아지면 수준 높은 작품들이 많아지는 건 좋은 거지만 만드는 편수 자체는 줄어들 수가 있어서 제작사들의 입장에서는 편수가 줄어드는 건 굉장히 위기다라고 이야기를 많이 하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尽管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南韩影视产业并未就此停下脚步，反而是透过技术的提升来落实新形态产业转型，正面突破制作成本高攀的困境。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杨建豪在南韩首尔所做的采访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收尾。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